来看总统赖清德所发表的祖国论，引起着国际关切。像日本的前首相麻生太郎，伫日本参加台湾国庆酒会时阵，就讲台湾是国家。伊嘛讲中华民国建国甲日本的大正元年是同一年，到大拢已经有113年的历史了。发表挺台湾的言论，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奉邀请出席咱台湾驻日代表处伫咧东京举办的国庆酒会。致辞时，伊个讲到台湾海峡的稳定，有关日本的生死存亡，佮讲中华民国建国和日本的大正元年是同一年，佮当已经有113年的历史。秘书是伫咧呼应赖清德总统进前发表的祖国论。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的民众的祖国。这个话讲出去，嘛，互美国伫咧注意。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卿孔特回应，美国真侪年的一中政策不变，嘛讲到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伫咧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是咱未来重点。同款嘛去吸到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此表示，赖清德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和升高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中华民国是我们的祖国，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这片土地。尤其我是军人出身的，爱国家，爱百姓。我们是中华民国。非军事到经济威胁中国的动作直透团。赖清德国庆晚会祖国论和国际讨论甲历史次，所落来相识谈会，肯定会搁再备受关注。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